你有冇曾經都疑惑過，到底成年人嘅藥可唔可以減半俾小朋友用呢？我屋企嘅老人家曾經真係有咁樣問過我啊。嗱，咁我今日咧就解答大家呢種做法不可行啊，因為咧咁樣隨時會傷害咗個小朋友噶。首先啦，小朋友咧佢絕對唔係咧成年人嘅縮細版，因為咧藥物進入咗我哋體內之後咧係需要透過我哋嘅肝腎代謝去排翻出體外噶。咁而小朋友嘅肝腎同埋血腦屏障咧佢仲未發育成熟噶，好容易咧因為藥物嘅代謝障礙啦而積累成中毒噶。而且咧有啲本身咧冇辦法去進入到成年人嘅大腦嘅藥物成分咧，佢反而喺小朋友身上咧就好容易通過，從而咧對小朋友嘅大腦咧造成損傷嘅。咁哪怕咧只係一啲嘅外用嘅藥膏都好啦，因為小朋友嘅皮膚咧比成年人咧係要薄嘅，而且咧佢哋嘅含水量咧亦都相對比較高，所以對於藥物嘅吸收咧亦都會相對提升，從而咧造成全身性嘅作用風險亦都會比較大。所以咧小朋友對藥物嘅代謝咧並唔係單單嘅打個折，而係本質上嘅差異。